Parents Daily。我相信俾佢哋一個快樂嘅童年，除咗玩之外咧，當然佢都要有啲不同嘅類型嘅活動啦。譬如我頭先所講嘅一啲遊戲，舉個例子，我相信任何一個小朋友玩完大富翁之後，佢嘅加減數都唔使點教咧，佢都會識得點樣去做找續。咁呢個佢已經係從遊戲裏邊咧學習。咁因為而家好多家庭裏邊咧，譬如話父母個工作都比較忙啦，未必有咁多時間可以同小朋友一齊。我自己都有一段時間，譬如話當教育改革最盛行嗰陣時候，咁我哋可能做好多工作，咁啊令到小朋友話未必同佢哋可以一齊相處得咁多時間。咁所以我就一定要偷好多唔同嘅時間去同小朋友去接觸。舉個例子，我自己最中意嘅一樣嘢就係親子旅行。當你去到外地或者係去到好近嘅地方，去到甚至係深圳、澳門咁短途嘅旅行都好咧，咁你因為24小時咧都同小朋友一齊嘅，咁你嗰陣時候嗰個親子關係一定會好好。咁當你建立咗一個好好嘅親子關係嘅時候，其實你叫佢做啲乜嘢啊，或者係鼓勵佢做啲乜嘢又好，或者勸佢唔好做啲咩都好咧，都會比較方便嘅。我好中意咧遊戲式嘅學習，咁啊呢個電子遊戲咧其實係其中一種。另外一種咧就係比較靜啲嘅一啲棋類嘅遊戲咧，我自己都好中意嘅。而且我覺得如果要推行親子活動嗰陣時候咧，其實一啲桌上遊戲，舉個例子，大家玩開嘅大富翁啊嗰類咁嘅桌上遊戲咧，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好嘅親子嘅溝通工具嚟嘅。譬如話玩唔同嘅親子遊戲咧，有時咧可能係會有搭檔嘅。亦都有時咧，好可能係會分開兩隊嘅對手。咁當同自己嘅仔女一隊嘅時候咧，你就會同佢有商有量。咁小朋友好可能最初嘅時候咧，都會依賴你嘅決定，而係點樣去行下一步。但係隨住佢長大咧，就好可能咧佢有自己獨立嘅主見啦。咁所以咧喺呢一方面咧，喺嗰個拍檔嗰個形式去捉一啲棋咧，我覺得仲更加好嘅。咁啊，至少商量下，我行呢一步好唔好啊？我買呢一個咁嘅街好唔好啊？咁其實小朋友同父母咧，就自不然咧偈都傾多咗。咁啊，至於玩完之後，佢哋都會檢討頭先點解會贏啊？點解會輸啊？咁其實就同父母咧就不知不覺咧又講更多嘅嘢。咁而佢哋咧就好似有啲榮辱與共嘅感覺啦。至少贏一齊開心，輸咗一齊喺度戥氣咧。咁我諗呢一個都係親子嘅另一種嘅模式嚟嘅。